再来是高雄有驾驶朋友驶到凤山中山东路的时阵，看到这个状况，讲真甘心。讲一个行动无方便的男子用手替身躯过大路，但是过到一半就倒红灯了。有一个国中生看到，赶紧牵着铁马对伫伊的身边，阁不时看是毋是有车咧来。这个影片是咧网络顶小报小路，互侪网友拢真感动。已经车顶啊，驾驶停落来记录这个画面，讲看甲真感动。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阿伯用手摊咧慢慢啊过大路，边仔一位国中生牵铁马护送，佮不时倒边看一个，正边影一个，感谢驾驶让人生过。网友拢学了这一位囡仔像爱心，影片嘛超过万外人起赞。那时候剩10几秒就要。那对向的车子就是要绿灯了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他那个阿伯那样会不会被撞到，所以我就把车停下来，然后牵在他的旁边，然后跟着他走到分隔岛内。很感谢那些车子，就是没有，对啊，就是有停下来。高雄这一位国中生共同学做善事，想要到引起侪人伫咧讨论，佮会淡薄歹势。伊讲迄天是骑铁马经过，看到阿伯行动不便要过大路，看到特别红灯啊，毋过伊搁伫咧路中，路真大条，且嘛真济。烦恼阿伯安全到铁马牵咧过去，甲伊斗相共。阿伯嘛真亲切，问伊食饱未？算那个玻璃，当然危险了，他其实可以推轮椅吧。这个善行应该要好好的来表扬这位同学，发自内心的一个善意跟善念。国中生帮助阿伯善良心，民众拢讲看甲真甘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